如果你話一個電影入面佢係粵劇電影，我哋話一定要有粵劇元素嘅話，咁嗰啲粵劇元素係點樣體現出嚟咧？咁樣，譬如話拍電影嘅時候咧，對白同埋做手啊、身段咧等等都係要相對嚟講比較生活化一啲。呢個咧就同真正喺舞台做嘅時候咧會有一定嘅差距。如果你照做嘅話咧，可能嗰個導演就唔收貨都唔定嘅，但係可能好好睇啊。咁譬如話你好似第三點，演員嘅面部表情啊，喺電影入面咧係要求比較細緻嘅。特別嗰個導演話嗱，我而家個鏡頭 pan 俾你啊，阿任姐你要做個傻戇嘅表情俾我睇，咁你要做得好細緻，佢唔係要誇張喎。嗱，舞台上面佢要做得誇張，因為舞台上面咧可能坐後面嗰行咧，佢未必睇到，咁佢就要用佢嗰個演出嘅經驗咧，要誇張到甚至乎用埋身體嘅動作嚟到襯托嗰面部嘅表情，令到好後排嘅觀眾都睇到。但係如果你用翻咁嘅方法你去拍電影嘅話咧，人哋睇落就叫做 over 咗，過咗龍啦。咁所以咧就要表現得細緻又自然一啲，又要比較多變一啲。嗱喺舞台上面咧，你嘅外貌同埋身形咧，老實講唔係咁重要。雖然你話聲色藝齊晒就梗係好啦，但係如果你話個樣唔係咁省鏡嘅話咧，如果你個功底夠咧，你出到嚟個舞台咧，一樣可以令到人哋睇到如痴如醉。因為你行出嚟本身就係一個象徵嘅角色嚟嘅，只要你有本事、有功夫做得到咧，你行到出嚟人哋忘記咗你嘅身形㗎啦。就好似新馬師生咁矮細嘅身形，照計冇理由做到關戲嘅，做關公響《三國演義》話佢身長9尺，劍長2尺啊嘛，單鳳眼卧蠶眉，你畫得出喎，但係你個人點樣高啲啊？如果有個導演同你講話，你可唔可以做高啲啊？話你真係唔知點做俾佢睇。但係如果你要拍電影嘅時候咧，佢需要比較真實一啲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係拍電影嘅話，揾一個可能身形比較肥胖啲嘅人而要去做林黛玉咧，呢個說服力就會好弱嘅。咁但係喺電影嘅時候咧，如果嗰個演員個樣冇咁靚，咁你化妝又唔係化得好濃嘅話咧，咁會有啲影響嘅喎，係咪啊？咁喺呢度咧，我覺得阿任姐係佔好大嘅優勢。